表演咧係以小朋友數綿羊嘅概念都發展而成嘅，帶出咧一連串天馬行空嘅開心狂想曲。小朋友想像空間咧真係無窮無盡，唔同嘅可愛角色咧都會隨時出現，一展身手就能夠大開歡樂 party。所謂嘅 tricking 啊嚇，佢哋嘅動作主要就係包括唔同嘅運動嘅花式空翻動作啦。例如咧，有呢個武術啦、跆拳道、空手道、巴西戰舞、體操等等嘅。今次咧，佢哋嘅表演咧，仲特別加入咗啲嶄新嘅元素，包括高難度嘅花式空翻、華麗嘅花式踢腿、彈橋等等。咁仲有特技人咧，以貼地方式高速滑行，真係夠晒緊張刺激嘅。係啊，用一個字嚟到概括晒就係勁啦！喺呢一度咧，祝願各位觀眾羊年運心似勁，做咩都得心應手。